換個角度睇電影，延長3倍壽命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少年江流。功夫女足喺香港咧已經上映咗差唔多2個禮拜。按照目前能夠查詢嘅資訊咧，首周票房先500萬。對比佢之前嘅作品喺香港嘅票房成績，肯定係周生呢近20年票房表現最差嘅作品。呢個都正常嘅，你冇將呢個市場當係一回事，自然觀眾都唔會將你當一回事嘅。俾大陸遲上映1個月都算啦。居然都冇做廣東話配音，咁都唔怪得班觀眾唔買賬嘅。甚至我見到好多朋友呢段時間係寧願去重溫少林足球，將少林足球同功夫女足相比呢，係可以見到明顯嘅差異。其實中間嗰啲笑位啊、橋段啊，我覺得都係其次啊。最關鍵係功夫女足佢缺乏咗少林足球嘅一個重要特色，就係對小人物嘅刻畫。成套戲都係圍繞住一個主題：小人物改寫命運。而呢種對小人物嘅關注，你喺功夫女足係見唔到嘅。順便講下，好多人話周星馳北上之後電影唔好睇，我要糾正下，呢套少林足球已經係北上之作啦。即係如果唔係佢同少林寺出現咗分歧，佢呢套戲係100%主打大陸市場，而且係自少林足球開始，周星馳拍嘅戲基本上都同香港係冇關係嘅。少林足球講嘅係大陸人喺大陸踢波嘅故事。按照一啲香港朋友對港產片嘅標準啦，少林足球其實都唔算係港產片，所以我係覺得有時候唔好將地域或者身份睇得咁重要，我哋只不過係睇戲嘅，套戲好睇就足夠啦。所以今期呢，我都同大家一齊回顧呢套經典，點解呢套戲多年後仲會被大家津津樂道。電影一開頭明顯係致敬咗2001太空漫遊，只不過係將原版3個星球換成咗地球、光頭同埋足球，係帶有強烈嘅惡趣味嘅。然後呢個開場呢，都有一種武林秘笈嗰種插圖嘅感覺，好貼合少林絕學嘅風格。開頭呢啲公仔嘅動作姿勢都係後邊呢啲師兄弟覺醒時做嘅動作。一開頭係年青版嘅黃金右腳怒鬧強雄，呢個演員呢，叫浦熱動，簽咗俾星輝公司，後邊星輝公司動用咗黃聖依、吳孟達以及一眾黃金配角，拍咗套功夫狀元嚟捧佢，結果都係冇乜火花，最後就冇乜聲氣啦。強雄由年青變成中年，呢個轉場係幾靚㗎，由奸笑到自然放開笑，發生咩呢？其實都一目了然。呢段記者訪問純粹就係俾觀眾交代個背景，跟住黃金右腳登場啦。佢入鏡嘅方式咧都幾有意思，先係下半身一對跛咗嘅腳入鏡，由跛咗嘅腳俾觀眾馬上感受到呢個黃金右腳嘅變化，然後擦鞋呢度呢，啱好又係同前面所對應嘅，就係風水輪流轉嘅意味，專門設計將腳踩喺頭上，呢種強烈嘅羞辱方式係咁能激起觀眾嘅同情心。大家一定要留意吳孟達嘅表情切換。我自己嚟。強雄將對腳伸咗出嚟，佢嘅表情咧就馬上收翻。佢低頭時咧係面無表情啊，再次抬頭嘅時候，馬上又切翻笑容。呢一場戲啊，真係就睇四哥同埋達哥嘅表現。20年前你俾咗空頭支票我，叫我打假波線到我攤腰。如果唔係，我今時今日會搞成咁。做咩啊？發爛渣，大聲啲啊！喂，聽唔聽到你哋？據說呢場戲係一剔過嘅，兩個人嘅情緒咧都係好到位嘅，尤其係阿達哥。你睇當佢得知自己被打嘅真相之後，嗰種似笑似哭嘅表情。我記得倒平版呢，周星馳仲問過肥仔聰做唔做到咁嘅表情啊，因為呢個表情啊真係太考驗演技啦，而且仲保留多一個鏡頭。就係峰哥，佢係先笑住向前行咗幾步，又向後行多幾步，即係佢呢一刻都唔知自己應該去邊度，係帶有一種迷惘嘅。呢一段嘅肢體表演，我覺得應該係達哥即興發揮嘅。下一個鏡頭，佢已經一身污糟邋遢，滿面滄桑，應該都係過咗一段時間。呢個時候見到大銀幕嘅球賽，令佢停低咗腳步，再次俾我哋見到呢達哥呢一張充滿故事嘅眼神，雙眼通紅，眼睛濕潤，佢對足球仲係懷有好
深嘅感情，所以我之前話呢套戲嘅主角係吳孟達，因為成個故事都係因佢而起。咁呢個時候有段畫外音插咗入嚟，波唔係咁射嘅。係另外一個主角星仔嘅登場。你睇呢個登場就將呢個角色嘅身份描繪咗出嚟啦，喺兩代垃圾中間做一字馬啊，一個貧窮嘅習武之人，然後呢兩個人嘅對話都帶有一種武俠嘅味道。應該係點寫？一句説話，腰馬合一。我係腰馬合一啊！咁啊，星仔俾阿峰哥展示咗乜嘢叫腰馬合一。咁呢度就係用特技嚟做笑位啦。啊，呢個係一個好土炮又好好笑嘅設計，即係背後莫名其妙出現咗火嘅特效，結果現場峰哥塊面呢就被燒燶咗。啊，好奇妙嘅笑位。咁當然啦，呢一 part 你可以當做係將後邊各種帶有想象嘅特效畫面同現實結合嘅鋪墊。我真正身份係一位研究生。研究生。咁呢度周星馳有意用咗一種特別嘅口音，唔似係某地嘅方言，似係刻意咁製造一種鄉下仔嘅感覺。然後佢嘅卡片呢係一張紙，再次強調佢嘅窮酸。跟住落嚟係3段功夫橋段，第一段呢係靚女撲街，咁呢個係一段反差。周星馳係好中意叫啲靚女去扮醜嘅。咁呢度靚女撲街呢，仲要專登保留佢心理嘅醜態。咁順便講下，呢個女演員叫李偉，都係星輝公司簽約嘅藝人，咁都係拍咗《功夫狀元》之後呢，就冇聲氣啦。周星馳係除咗星女郎之外呢，佢嘅捧人能力啊係真係有限嘅。嗱，你睇。咁呢度主要就係展現咗少林派嘅堪功。咁得意嘅係呢，入邊少林寺方丈係峰哥飾演嘅。咁其實都有啲意思喺其中嘅，就係想象峰哥如果跟阿星仔學咗少林功夫之後嘅樣。咁後邊鐵砂掌呢度呢，就簡單啲啦。咁啊師奶掉咗1毫子。靚女啊，有冇興趣？得啦，過住啦你。呢條紙我都有份喎，所以呢個肯定呢，唔係香港嘅古仔，甚至都唔係大陸1、2線城市嘅背景。咁呢個古仔入邊呢，貨幣嘅價值係極低嘅，然後再到獨孤九劍都係玩咗一個小小嘅反轉，將阿華山派嘅武功同少林派嘅 mix 埋一齊，最後背後出現咗少林寺18銅人。我強烈懷疑呢，係致敬翻食神嘅。功夫更加係一種藝術，一種不屈嘅精神。所以一直以嚟我都揾緊方法去將功夫重新包裝起上嚟，然後由幻想過渡到現實，呢個設計幾好嘅。18銅人變翻正常嘅上班族，大家又好似恢復翻正常。然後下一個鏡頭，我哋見到峰哥仲着住方丈件衫，呢個係一種超現實嘅無厘頭形式。然後峰哥將件衫除低，都係想翻現實。咁呢度星仔提到跛呢個字，刺激到阿峰哥嘅痛處。跛嘅都可以練功夫噶喎。跛咩啊跛？跛你老母啊！你個傻佬有咩資格我跛啊？對唔住，呢個係峰哥第一次忍唔住發脾氣，因為跛腳令佢斷送咗職業生涯，都係佢俾強雄陷害嘅證據。咁呢度都係俾觀眾展現星仔嘅腿功有幾咁強勢，咁啊最終就不歡而散，兩個人生失敗者嘅碰面就咁結束啦。然後再開始講另一個主角星仔條線，佢一方面呢係一個武痴，行路時都喺度練習咁，另一方面呢係真貧窮。哇，走啦！呢度有一 part 佢望住新款嘅波鞋嘅橋段，咁鞋喺呢套戲入邊呢係一個重要嘅道具，代表佢身份嘅象徵。下一個鏡頭又係拍鞋，咁佢嘅爛鞋同其他人係格格不入嘅，因為佢卑微嘅身份，所以一直俾主流所排斥嘅，只能夠着住爛鞋。而且上一個鏡頭同下一個鏡頭仲有明顯嘅差異。前一個鏡頭都係高踭鞋同埋皮鞋，周圍都係中產階級。下一個鏡頭變成一對對拖鞋，佢走入咗貧民區。幫我手下嚟。
抬雪櫃呢一 part 咧，都係展現佢嘅腿功，佢係一個身手了得嘅人，可惜懷才不遇啊！最後執咗2大袋垃圾，先賣2毫子啊！真係非常落魄啊！咁下一場到咗田在心饅頭呢邊，咁呢度係珠海嘅香山公園嗰邊。聽講依家咧真係開咗一間田在心饅頭啦。咁呢度係女主角阿梅嘅登場。主角係少林派嘅，而阿梅係武當派嘅。少林同武當自古以嚟都係一對 CP。咁呢度都係展現阿梅嘅太極功夫，佢將功夫拎嚟做饅頭，咁都係有啲唏噓嘅。就係呢啲武林高手啊，進入咗現代已經俾科技淘汰咗啦，所以都係做最底層嘅工作。太極功夫整饅頭咧，驚天動地。饅頭睇落又香又甜，好鬼上色。然後星仔開始唱山歌，都好符合佢鄉下仔嘅身份。然後阿梅聽到佢話靚嗰陣時，下意識以為對方咧喺度取笑佢嘅樣。哇，好靚啊！我不好看，你不要笑我。咁呢度都係鋪墊咗阿梅佢自卑嘅一面。佢除咗面上嘅暗瘡，頭髮啊都係專登設計得好油膩，就係俾人哋感覺到不適。咁阿梅呢條成長副線呢，都係電影中咧好重要嘅一環。我呢雙名貴波鞋原價2蚊嘅，今日你就過半銀錢，攞多你一個饅頭算啦。我報警啦！好。咁呢度星仔食咗2個饅頭，明顯唔夠錢俾啦，就將嗰對爛鞋拎嚟做抵押。咁呢個都係一個笑位，咁對方肯定唔制啦。當阿星仔再次唱歌嗰陣時，終於到醬爆登場。我唔同意呢位小姐嘅講法，喺呢度唱歌唔一定都係神經病嘅。咁啊，留意醬爆呢個造型，佢件衫咧下邊係少咗粒紐嘅，同佢後邊功夫露屎忽嘅形象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嘅。揀中佢演呢一 part 咧，當然都係睇中佢呢種獨特嘅表演風格。當佢唱歌嗰陣時係一個反轉，我醬爆感覺到喺呢個 moment 要爆啦！多士嗦啊！然後豬肉佬都被感染咗，開始跟埋跳舞，跟住係一個又一個被感染晒，每個人對眼都有火。咁除咗係一種搞笑嘅勵志橋段之外咧，都有一種表達，就係呢一班普通大眾啊，佢哋心中都有屬於自己嘅夢想，只係因為現實妥協咗，所以大家先喺呢一瞬間都被感染到，一齊嚟跳舞。咁呢度最值得一提嘅係阿梅啊，一開始係覺得佢黐線，到呢一刻佢自己都被感染到。呢個都係為阿梅點解後邊為佢縫補好對爛鞋留低咗伏筆。然後老闆娘一出嚟，馬上又將大家拉翻去現實。咁呢個老闆娘係用最尖酸刻薄嘅說話嚟鬧阿梅嘅。罵人不要罵得那麼兇，我是來買饅頭的。咁呢度星仔係頂翻個老闆娘，呢個都係俾阿梅製造咗一啲好感，所以阿梅自己啊幫阿星仔俾咗饅頭嘅錢，最後掉鞋呢一 part 咧都係刻意做一個誤導，然後下一場見到大師兄，咁呢度都係交代星仔佢嘅人物關係。阿星。留意大師兄啊，一見到佢下意識嘅反應就係向前走，呢個都代表佢唔係第一次俾阿星仔咁樣煩啊。咁最後都係俾阿星仔追咗上去。大師兄喺呢間酒吧明顯仲係管理層，星仔就開始同佢講自己啱先嘅經歷，順便提出自己想搞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。咁呢度主要都係提出佢嘅夢想就係將少林功夫發揚光大，但大師兄好明顯都係向現實妥協咗，所以有呢個經典嘅一 part。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？鞋都冇得對，咪鹹魚一條咯。咁呢度星仔赤腳啱好對應嘅就係佢如今嘅身份，一無所有，空有夢想。咁呢度我覺得好笑嘅係大師兄啊，原來着嘅人字拖同佢呢一身西裝碌咧係好唔夾嘅。然後呢度提及到大師兄嘅武功係鐵頭功，大師兄提起鐵頭功嗰陣時咧，音樂係好激昂嘅。呢10幾年嚟我嘅鐵頭功，從來未有一日荒廢過。
阿飛，老闆，頂你個肺！然後下一個畫面，音樂馬上停咗，啱好對應佢冇荒廢嘅鐵頭功。咁呢個武功，如今啊淪為咗俾老細發泄嘅工具。呢個都係再次表現呢啲學武之人嘅落魄，佢哋嘅武功全部都用喺謀生方面。咁大仙決定俾阿師弟表演一次，然後老細要佢一齊上台，再爆多佢一嘢。咁呢度俾星仔一個鏡頭，佢明顯都係覺得心酸嘅。曾經嘅大師兄，如今係呢一番田地。所以你睇啊，呢套戲喺刻畫小人物嘅落魄係花咗好多心思嘅，而且都能夠同喜劇元素完美結合埋一齊，先會俾人笑完，再回味時會覺得傷感嘅。大師，多謝你。大師兄即使被打完，都要保持個氣勢，食住煙。咁啊，食煙都係大師兄嘅招牌動作啦。跟住落嚟就係名場面啊，無論睇幾多次都會覺得好笑嘅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嘅現場啊。咁呢一 part 值得一講嘅係呢首歌啊，其實係翻唱《加州之夢》。你仔細聽啊，成個曲調係一模一樣啊。少林功夫醒，好好嘢。少林功夫勁，係好近。我係鐵頭功，無敵鐵頭功。你係金剛腿，我係咁望吹。咁好明顯呢個歌詞係 AI 都寫唔出嘅簡陋，然後嗰班古惑仔嘅反應呢都非常好笑，大家都望到呆咗，未見過咁離譜嘅表演。咁呢度仲有一個細節，就係左邊呢條女係成支啤酒樽含喺個口度嘅。周星馳電影永遠都會有呢啲搞笑嘅細節設計。順便講下喺周星馳電影入邊呢，咁呢種古惑仔往往都唔係真正嘅反派，因為佢哋同樣都係底層，好似食神啊、喜劇之王啊呢啲古惑仔，最後都係主角陣營呢一邊嘅。咁呢啲古惑仔終於忍唔住發爛渣啦！老細都呆咗，自己都仲未出手。咁啊，今期就到呢度，完整版嘅少林足球拉片分析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中級會員。咁啊，中級會員每個月都可以睇到精彩嘅完整版電影拉片。咁呢個都唔係強求大家一定要訂閱嘅，咁即係你中意我嘅分析你就買咯。咁當然啦，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嘅。咁我哋下期再見。